家好，欢迎收听车帮放送局。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参加倒数的台语车帮的节目《车帮放送局》台湾通信30档纪念特刊读册会。今仔日是第一季第13集，我是小嘉，还佫有甲我做伙主持的阿明。咱今仔日要读的文章有2篇，头一篇是静静的回想，怀念王玉德先生，作者是陈碧秀。这篇文章伫咧台湾通信特刊第484页，线顶第24期第4页。第二篇是台语文的路线，作者是詹正义。这篇文章伫咧台湾通信特刊第484页，线顶第25期第2页。安尼，咱就先为头一篇开始。头一篇总共有9趴。头前谁要先开始？伟克，敢要替咱读头前3趴？好啊，我来读看卖。静静的回想，怀念王玉德先生。每摆暗暝，静静咧回想，台湾人也未记载伫历史册的反抗运动史，一幕一幕冲击着我心的海岸。想着过去20-30冬来，台湾人一波过一波，一直咧牺牲，无怨叹，无反悔，为着反抗中国人的统治，死嘛毋甘毋愿。这款精神，互我体验着台湾文化的中间第一高贵、第一纯洁的一面。过去的代志虽然亲像白云伫蓝天咧飞，淡淡的色彩伫悬悬的所在，一蕊一蕊一直去，约嘛约袂着。但是每摆想着这个时，心内冲击真大，想爱大声喊出来，目屎禁袂牢。但是每一摆我拢甲目屎吞落去腹肚内，喙齿紧甲互寒，就变做力量。最近有一项代志，互我听着真艰苦心，是有关台湾独立建国的路中一位真伟大的王玉德先生的代志。讲什么王先生到底毋捌提起叫大家活转来使用教会罗马字？王教授毋是教会人士，但我有需要将这幕真正的会议讲出来。这是遥无人在整理的台湾白话文运动史，其中最重要的一幕。希望我安尼做，会当提供一面镜，送予目前充满本位主义、看本身的台语作品、研究、字典、发明较赢台语文化的世外的台语界。好，以上，感谢。感谢伟克。拄则有听到几个字吼，若有漏交的，则请其他的朋友来补充。头一趴的第二节，想着过去23冬以来，迄个字你敢若读，毋是读字，你读2哦，2-30冬，敢若嘛是会使。我家己的惯势是会读2-30冬以来。共一趴的第5节，第一高贵，第一纯洁，你头一届是念对的。佫有第纯洁的后面一节，你是读悬悬的所在啊。毋过因为伊写高高的所在，我会安尼读。第3趴头一节，这幕静静的回忆讲出来，这幕，因为你后壁嘛有共一个字，你是读对的，毋过头前你就读这幕，还是安怎？好，以上几个字，敢有其他的朋友想要补充的？第一趴，目屎吞落去腹肚内，这个吞落去腹肚内。再来第3趴，当我有需要将这个将较多念将，爱变调将回忆，这忆啊忆，我感觉是忆的。对啊，拄则读伊啊，好。这趴的第3节会当提供，较多是提供。好。佫有一个淡淡的色彩第一趴你要交大家讨论一下色彩，你若像遮我来写作来讲我会写讲浅浅、深浅。
再交大家讨论者。好，感谢梁姊的补充。嘿，淡淡的色彩，你拄则讲的是浅浅的色彩哟。迄个淡淡敢若是华语淡淡的色彩。好，安尼互大家参考一下。好，感谢梁姊。敢还有其他的朋友想要补充的头前这三趴？我想要问，就是第一趴的第四抓，我敢若看册，我无看线顶，我毋知影。因为拄则伊较会读诗嘛，毋甘愿。我毋知影是册有，就是无写迄两个因为我无啥确定，我是想要确定一个是嘛毋甘愿，还是是嘛毋甘愿？拄则话剧你是看线顶的，还是看册？我是看册。哦，安尼可能你着加一个字啊，因为册是写死嘛甘愿。好，应该有回答安样的问题。嘿，有阁有，我是另外想要问，就是第二趴第一段，若是读是有关，安尼敢袂使，还是爱读是有关？那我会读有关啦。我袂记得拄则话剧是安怎读的，嘿。若即字一般是，若要读会读有关啦，是有关台湾独立建国。好，安尼敢还有其他的技术？无，多谢。好，感谢安样的问题。要提供一个较大也较写死嘛甘愿吼。讲咱若要去投稿的时阵会加一字，安尼若要算稿费的时阵会当加算字。但是一般来讲吼，你若像我这啦，我若要写吼，我会写死嘛毋愿。提供死嘛毋愿。好，以上。好，感谢梁姊的补充。安尼若是无问题，咱就继续。后壁三趴。要读后壁三趴的时阵，大家小看一下，伫咧第六趴的头一抓，大会的主日礼拜迄趴迄抓的第二句话，所以我有拜托好朋友，迄个伊减一个字，共一趴的下骹算起来第二抓，大家拢搁活转来使用迄个活 OAT 减一个第八条的调号。即趴有这两个拍毋着字的所在。好，敢有人想要来试看觅读后壁这三趴？拿心？好，安尼就请拿心替咱读后壁这三趴。好，多谢。迄年我会记得是1985年，世大会在东京附近的学院举行。开会前几个月，王教授就无暝无日做导演，训练阮几位用台湾话演剧。伊的要求真严，教阮家字发音一点仔都袂使凊彩。我还会记得伊叫我演一个台独分子，两撇喙鬚，滴一顶乌帽仔。讲话真有力，毋惊国民党在搞怪。逐摆排演了后，已经是半暝3更，因为阮厝离伊的厝真近，所以两人拢做伙坐读库斯转去。但是逐摆伊落车前一定要先付钱才落车，伊疼惜后背。毋是干那用喙讲，是用伊的全身癌、全生命的实际行动来表现互你知。大会的主日礼拜，因为我是私会，所以我有拜托好朋友有记教会的张清基牧师来讲道。我看台下较济约有成100个人，王玉德先生嘛坐伫遐。张牧师的讲道发音是正港的，一流水，阁有真强的台湾精神。讲道了后，无想到王教授突然间对椅仔顶徛起来。我较紧请伊起来台仔顶讲，伊开喙的第一句话就讲：
我毋捌听见遮尔水的台湾话讲道，我的心内感激不尽。刷落去，伊煞讲出伊对台湾人的文化战场中的一句真重要的话，对我来讲，就是一种宣言。我一世人总共漂音法大概有7种，但是今仔日要甲大家讲一句话，请恁将我一世人所构想发明的物件，拢甲因放袂记去，大家拢搁活转来使用咱教会100外档所得通用的教会罗马字。好，多谢。感谢那心听读第3趴，敢有听到啥物字想要提出来讨论呢？梁志你是毋是有啥物要补充的？好，迄个484啊，倒手边算起来买3趴，台湾演剧，即个下等嘛会当剧，即个补充者过来买2趴，第2段，头仔念的时阵念落车落车前，即个车会变调落车，过来即趴的实际行动，你若是讲即个，你若本调实际嘛，国际的际，遮实际行动爱变第3调。好，过来484啊，倒边的上价较算过来，头仔讲公道啦尾若心有甲讲公道，即个你若我会记讲，我会讲公道。搁有一个484啊，正手边遐的文化战场中。我会读做文化战场中，迄个场我嘛会变调。好，以上。好，感谢梁志的补充就是有一个建议，迄个剧还是剧好，好，感谢。搁有几个变调的问题好，互大家参考。咱剩最后3趴，咱请安阳来读好无？好，请。虽然无偌久以后，阮迄阵流浪日本的台湾人，着用目屎送别这位深深受人敬听的老师，转去上帝遐。王先生每一句教示阮的话，特别是伊伫大会所宣布遐的话，深深留伫阮的心内。伊虽然渐渐离开阮，亲像天顶的白云。静静伫遐咧飞，但是想着伊的话，伊的谦卑，伊为台语推广的需要，甘愿放弃家己一世人好心设计推广的台语漂音法。每摆想着伊为着台剧牺牲家己、否定家己的真正宽宏伟大的精神，我的心就亲像一阵风台时的海涌。禁袂牢，大声要吼出来。最近汉字时刊有刊一张王玉德先生在生亲笔写的批，这张批的内面，王玉德教授表示，伊放弃伊家己发明的台语漂音法，请大家使用教会罗马字。听讲有人对这张批的真实性有怀疑。我感觉我有责任将我亲身经过这幕写出来，互大家对王教授这种看台语的前途比家己的台语研究搁较重要，为台剧放弃家己设计的文理系统的精神有清楚的了解。我看这种无私的表现是最高贵的台湾人精神。阮纽约台湾卫乡教会参与纪念基金会按第25期开始，要承担台湾通信发行人的责任，出自对乡土的疼。阮全教会的兄弟姊妹要用全精神，一点一滴来灌压一区台湾文化的残垣。经营台文变做阮人人的心血，嘛是阮这间小小台湾人教会一项真重要的使命。阮一定要用疼心讲诚实话，坚持有疼心，啥物拢毋惊的精神，
甲有心的台湾作者、读者手牵手，心连心，勇敢向前，向前，好，好，向前，我感觉拢会使。好，感谢杨吼，替咱读后壁上尾这3趴，有听到几个字，头一个字是变调的问题，伫咧第7趴的下骹算起来第2纸，否定家己的真正宽宏伟大的精神，迄个正我的变调。再来是第9趴上尾趴的头一纸，聪美纪念基金会，你敢若读藏去啊？吼，共款即趴下骹算起来第3纸。阮一定要用疼心讲，你是讲诚实啊？我是讲是毋是爱读诚实啊？诚实话，我无啥确定吼，大家使来思考一下，讨论一下。大家敢有听到其他的字，想要提出来讨论呢？迄个我会读诚实。哦，诚实啊。文读音诚实。好，感谢补充。敢有其他的字？来，请讲。好来，迄个。为阿杨读的即趴开始啦吼，第一趴则是读深深流伫阮的心内，这拢变调的吼，过来深深的浪蛇，伊的谦卑为台语喙讲的需要，为台语吼，过来下骹再浪一蛇，牺牲家己，即个我会否定家的真正宽宏伟大的精神。我会用片音否定吼，佮有一个尾拍真2、3、4，经营台文变做阮人的心，样较多读会，我会读血心血。好，以上补充。好，感谢梁姐的补充吼，拄则伊有讲的一寡读法变调的部分吼，大家参考。安尼，咱敢有其他的意思想要提出来讨论呢？若无，咱就针对即篇文章来做一寡讨论好啊。毋知影大家敢拢知影王玉德先生？我即马伫遮先甲大家简单小解一下吼。王玉德先生是伫咧1924年伫咧台南出世，1985年伫咧东京往生。伊是1943年去东京大学读支那文学科，因为战争的关系，伊就转来台湾，后来伫咧1949年，就搁转去日本的东京大学完成伊的学业，一直到伊往生1985年，伊拢伫咧日本，拢无转来台湾。王玉德先生伫咧日本伊有参与台湾独立的运动，嘛有成立一个台湾青年社，有出版台湾青年杂志。伊即本杂志一开始是用日文来出的，一直到1966年又改做中文，毋过1973年佫改转去日文，日本话安尼。伊伫咧1969年，伊台语的研究，伊去得到东京大学的博士的学位。伊上出名的一本册是台湾课文的历史。伫咧1999年的时阵，台湾的前卫出版社又出一套王玉德专辑，其中就包括伊迄本最出名的册《台湾课文的历史》。伫咧5年前，2018年第9月初9，台南市政府伫咧台南的中西区的5园成立王玉德纪念馆。顶礼拜9月初9的时阵，因有举办一个开幕5年的特别的活动，毋知影大家敢有人去参观安尼？我是想讲，王玉德先生伫咧咱台文的发展史有占真重要的地位。若对伊的故事有趣味的，我是会当建议讲去伊的纪念馆去参观一下，因为网络顶悬的资料有限就是无法度看到全部的故事。前几工我嘛有看到有推友伫咧写伊的故事，毋过这伫咧网络顶悬我敢若较查找无。所以我想应该是有去参观迄个纪念馆，才有迄款故事。大家对王玉德先生敢有啥物款的想法？还是讲你捌看过伊的册？还是讲有啥物想要甲大家分享的？敢有？无，我来分享一下。好，请。其实王玉德的先生，伊无法度来台湾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伊是伫乌名单内底。我大概去想着这个时阵，就是
心心就真正会足痛，因为就是为即篇，你就会能知影，就是还有为拄则小可分享的，就是你能知影讲伊是偌尔爱台湾即片土地，毋过就是伊因为伊是伫黑名单内底，伊无法度转来伊所爱的即片土地，我实在是无法度想象，就是就是你对就是你家己爱的你的故乡，你煞无法度转去的迄种心情。对我来讲，迄真正是会互我心足痛的。好，以上。感谢安英的分享吼。我即两天有一个网络顶悬抄到一篇文章，是李钦华教授写的吼。我就讲重点就好啊。伊讲王玉德先生吼，伊有两支骹，一支骹是行为台独运动的路，另外一支骹是行台语运动的路。你会使讲伊是开创台语文字化的先河啦，就是先摆安尼。我是感觉咱会使延续伊的迄款精神，吼，毋管是台独运动，也是讲推广台语运动的即两条路，咱阁继续伫拍拼，大家都互相加油，互相支持。好，以上是我的补充。敢阁有其他的朋友想要分享？想要甲笑笑咧。笑，毋敢，咱做伙加油。好，咱就继续读第二篇。第二篇是台语文的路线，作者是詹正义先生吼。这篇总共有12趴。即马现场有亚麦的还未读着册吼，有梁志甲阿芬，恁有人要先来试看觅无？读共款3趴好啊。阿芬敢有伫诶？好，安尼就请你先来读头前3趴。你要读进前吼，我先甲你讲一个，就是头一趴的第二蛇，毋是素食。即个字吼，我是查无即个字啦。毋过我咧想讲，伊是毋是要写素食啊？就是 SI 第7条。嘿，无要紧，你就先安尼读。好，等你读煞，咱才来讨论。好，安尼请。好，台语文的路线，我即摆写的台语文，拢有插述拼音的白话字，是毋是事实，是目前台文上界大的观念问题，并毋是实质上的问题。我想讲，将我所知影的做一个报告，若有毋对，请请原谅。台语的语音结构和中国话差不多，伫语言的参数上较早，伫历史的搬迁过程中较长较快，所以保留着真侪的原音，无一定是目前的汉语啊。后来交揽着无共种族的语音，譬如南蛮音、台湾平埔族音、荷兰音、西班牙音、日语音等等，一部分原因已经无法度用后来发展过程中的汉语表达，若无会产生字甲字的混乱。这就是苦行中教授一直在做的汉语。事实上，袂当完全来用的原因，而且无共的种族的语音本来就无汉语，若要照音来创作汉语，阁拢爱配合好势，会产生一字多音，这就是判音字伤济，也是汉语爱阁做足济的问题。一般人拢知影一部分台语有音无字，这是事实。要解决有音无字的问题，咱爱先思考文字的功能是要表意，也是要表音。若是汉字，大部分表意较济，有伊真大的优点。若要表音，拢爱用拼音的德文、英文、法文。拉丁语系拢是标音的，
也有伊真大个优点，当然真正嘛有别项个缺点，后者嘛会有缺点。台文若讲拢捡优点来用，就是较正日文的发展咯。所以有音无字的台语，爱用标音的方法，已经无字误啦。新文化、新文明的诞生，标音拢也比标字较活。感谢阿芬，感谢你替咱读头前3趴。我拄则有听到几个字，先甲你讲一下。头一趴头一逝，你敢若减一字，因为迄是一啊，插一撮仔拼音的白话字，迄个一，迄看起来敢若一个符吼，嘿，对，所以老高去吼，无要紧。后一逝实际上的问题是。过来就是第2趴的第3逝吼，有出现几间迄个词是族，族群的族，迄是在读族，平埔族。阁有一字是伫咧第2趴、第3趴有出现几间，迄个字无录音啦，毋过你读有录音，就是迄个义啦，义字的义。比如讲伫咧第2趴的第6逝，若无会产生字甲义。会混乱迄个义都无录音吼，是另外迄个义才有迄个字的迄个音义字，你安尼想就好啊。义字头一个义是无录音，第2个有安尼。好，阁有第3趴、第4逝，拢是标音的，迄个标音的，拄则听你的迄个声调有淡薄仔怪怪，只是敢若嘛出现2解。好，以上就是我有听到的字，敢阁有其他的朋友想要补充的？梁子。好来，台语的语音结构啦吼，阁来伫历史的搬迁，这念搬迁吼，阁来第3逝后来交男着无共，交男七爱变3，交男着无共的种族，阁来第4逝西牙音牙，阁来485页，第2趴要解决有音无字遐吼，咱爱先思考文字的功能，是要表意，也是要，这是也是要表音，也是要表音，我感觉拢可以啊。阁来就是第4逝，前者嘛有别项的缺点，后者嘛有缺点。提供一个读法，前者嘛有别项的缺点，后者嘛会有缺点。好，安尼读法是安尼吼。阁来加卡即趴的尾3逝，就是较成。我感觉伊成，伊即个是要照音的啦。我咧猜想，较成日文的发展咯。阁来尾2逝，新文明的，咱新明说叫姓旦，对无？伊的本调旦。3嘛，蛋，这即搭爱变调，诞生，新文明的诞生。好，以上。好，感谢梁姐的补充，咱就继续后壁共款3趴哦，这后壁这3趴较长。梁姐要来试看觅无？嘿。好来，标音的设计上早拢按 Greek 来，另外日本的假名还是假名甲朝鲜的谚文。是伫东方语系成功的例，初期拢含汉字斗咧用，慢慢才完成家己的语文系统。目前嘛拢也会当用汉字，并无甲汉字放杀。拼音设计台语白话字已经有200外档，文字的累积甲文化的赞处有伊的价值。目前台湾语文学会，也就是大部分照咧用，鼓励大家来用，是毋是美观，是毋是看会顺眼？咱若来甲比较日文，并无输。伫现代化、国际化、电脑化的21世纪，台湾应该徛会起。阁一个问题，好还是歹学咧？
目前的台语白话字是公认的上界好学，比创造汉字好足济。搁再有语言学术基础的，50年来伫国外各大的台语研究讲，也无比伊较好诶。未来咱毋知，我是想讲，即马咱来家己用念念。我利用汉罗并写诶原则有4个。第一，利用目前伫台湾通用诶汉字，差不多有3000字，尽量莫改变伊诶字义，也莫搁加添汉字诶字形，用伊诶意形甲语词做确定诶选择。比如讲，得到赞成诶票较济，2点到5点，真正以汉字教表达，也有想到、收到、看到等等。后者以教诶白话字，拍麻将诶人所讲诶“我教啊”，也是用教较好。这是要避免一字多音诶方法。另外，落南下晡下路下流下关有5音诶下，若选落南下流诶汉字，下晡下路下关拢应该用白话字，因为落南上北，下流上流有相对。另外，下晡下早起下暗下远类似，下路下高下难关下关下神托骨，这是因为真丰富的台语语音有8000外音以上。现在通用中文的汉字上介济未超过4000字，表达5000外音尔。用表意的汉字甲表音的拼音字，才会当充分表达台语，达到文意确定的高尚语言。好，以上。好，感谢梁志，这3趴有较长，无听到啥物问题，只是你拄则读的上尾趴吼，应该是算第3抓啦。伊讲加添嘛是加添，我是感觉应该拢会使呢，拢捌听过。啊，搁有一字若是硬要讲嘛，袂使讲你读毋对啦，就是你读的上尾趴下骹算起来第6抓下晡会知影。梁志，你平常时是无咧讲即字啊？会知影，因为你拄则毋是读会知影。会知啊。我即个你若像讲，我若照我语感，我会讲下晡会知影，下暗下远，吼。但是你若照规则吼，切变啥叫下晡会知影，下暗下远。毋过你拄则就是毋是读会知影呢，还是毋知是你看毋对，还是讲你照你的惯势来读，来讲即字。对啊，会知啊。会知影吼。伊讲会早起。会早起。好，感谢阿芬。我真认真在听因为即趴较长，我安尼听过就袂记啊。歹势。较拄仔咧讲的迄个词做好算加难关。敢会使替解释一下，这是啥物意思？加难关是啥？加难关敢是加难佛啦？无啦，毋是。加难关吼，就是伊伫遐过啦。人代志都拢已经超好势啊，搁一个出来伫遐咧乱。咱就讲你莫伫遐加难关啊。是毋是咱有另外一款讲法是讲来乱叫诶？对，就是交假啊，伊就是要交别人无共款啊，咱就会讲这人来咧加难关。好，感谢梁志诶补充。咱针对梁志读诶这3趴，咱佫有其他诶问题想要提出来讨论呢？拄则伊读诶上尾趴着第6趴第2抓，我毋知影我拄则敢有听毋对，毋过迄个改变伊诶字义。我想起来啊，拄则梁志敢若读第3条字义吼，是毋是？你听着是毋是共款诶？伊这也叫字义啊。对，第7条，迄个义是第7条。感谢杨。好，若是无其他诶意思要讨论，咱就继续读第7趴甲第8趴，一个人来读好啊。是毋是换话客啊？好。来，第7趴、第8趴，请。
台湾常用的汉字已经有相当的通用啊，也尽量用，譬如讲佚佗、带、梅、卡、拄、串、零，这里我无确定，敢是个溜、凹、红、麦、麦、满、水、伊、顶，可能毋免超过100字。语词尽量用白话语，伊会当表现台语文的特色，甲扩大台语文的思考。音节嘛，拢较简单着互会出来。譬如讲，我伫台湾的时阵，伊甲我做伙，若有误着，请者原谅。4. 语言是一种工具尔尔，你毋通伫电梯内食薰。伊是毋是咱莫想遐济，互相吞忍一下，就会当解决。F. 心内底有护照，爱较细字咧。好，感谢伟克。你拄则头个第2趴的迄个伊的迄点啊，是毋是迄个迄撮遐吼，互相吞忍一个，你敢若读吞忍去啊？咱敢阁有听着其他的字？也较你迄个 F 搁念一下。好，心内底有护照，爱较细字咧。心毋免变调。毋免变调。心内底。即是毋是就是有迄款遐的意思？无共的腔口嘛。用即字的人嘛是有，毋过我平常时较罕个伫听。我来解说一下。心内底，我意思应该和你同款，就是迄内底的感觉。好，所以感谢阿芬吼，咱即日就爱家读本条，心内底有护照。安尼敢有其他的意思想要提出讨论呢？我想讲嘛，分享就是拄则讲的迄个心，我之前嘛有听过人讲，就是若是看体制内底嘛有写，心着个迄字嘛有迄内底的意思。阿勇的意思是讲，若是着兴迄内底其实会使升起来，对无？嘿，嘛有这意思。来，我来讲一下吼。好。比如讲吼，迄个你表啊放伫地，然后了吼，你着用手举，着伫胸啊，胸足好用诶。你会加动作，伫胸啊，伫胸，伫对，着伫胸啊。是好。是目睭着伫胸啊，记啊显者就有。对，以上。好，感谢梁志补充。因为即字我真正拢毋捌用过，所以我想讲，是毋是中南部较有伫用即字？安勇敢有用过即字？我嘛是开始学台文了，才知影即字。对，我会问你是因为共款拢是北部人，就是可能北部人较无伫用即字。就是迄个另外一字就是真。真哦，真嘛无听过呢。等于是就伫这内面安尼。迄英语就是 here there。袂歹，咱读册阁会当学英语。hin 就是 there，但是你就是用手甲比。OK， 好，安尼拄则话去睇这2趴应该是讨论甲差不多啊，咱就阁继续。若心，敢阁有伫咧手机仔边？有。无你就读第4点好啊，好无？好 ，OK， 好来，请。第四哈，外来语原文的处理，拢差不多有英文的字啊，尽量用英文的拼字就好，也读英文的音，也会使伫幼小教育的时阵用白话字翻音。其他的细节，我暂时是安尼想。若已经有通用的汉字系统足普遍的，就照咧用以台语音读，比如讲美国、西班牙、汉城、电脑。若汉字的音足毋对的，就一定改用英文字，还是翻做白话字。比如讲牛顿哦，卖写
直接写 Newton 还是写牛顿 Newzealand 就是纽西兰。Tennis 也会使使用 tennis， 是汉字尽量照咧用到，一定爱解之间的范围真阔。写文章的人会当照文章的性质、读者的对象做斟酌的考虑，慢慢就会行出来一定的风格甲性格。好，感谢多谢那心，嘿，听咱读这趴，刚才听到一个字啦，嘿，就是伫咧 B 迄点吼，下骹算起来，就是上尾迄字是，伊是写 TH， 所以读 T 啦，吼，体力数。好，我刚才听到这字，其他的我是无听到啥物问题。咱现场的朋友敢有要甲那心抓包的，还是建议的？迄个诗尾字带吼，遮即搭我会念读者，嘿，毋知是惯习，嘿，这会当参考一下，嘿，以上。好，安尼互大家参考读者。我敢若嘛是读读者呢。好，敢有其他的字想要提出来讨论？我想要问诗的第一句，好，伊的意思啦。汉字尽量照咧用，吼，伊迄个教吼，你爱甲头前迄句话当做一个物件，吼，就是位倒位到倒位之间的迄个范围足宽的。我安尼讲你敢听有？听有，一定爱解是伫讲啥物？伊应该是咧讲伊迄个汉字啦，是毋是一定爱改掉的意思吧？我咧想，因为伊头一拍迄个 A 吼，伊是讲若是有通用的汉字，吼，就照咧用以台语的音来读，吼，譬如讲美国啊，怎，吼，对，所以是毋是一定爱改？嘿，因为伊是伫咧讲伊家己的想法啦，就是伊对即个台文的书写的一寡想法安尼。有好，安尼理解啊，多谢。好，感谢那心。罗伊都有请麦，毋知是毋是有啥物问题想要提出来？大家好，无问题，就是咱会当来念一趴安尼。好，安尼就互你啊。好，开始。台语白话字甲英文字若做伙用，嘛会有啥物困扰接着？因为台语拢是单音节，佮标调的符号就是白话字。英文多音节字形、字母、字尾也正好来分别。下面是你东京旅游的一段话，透过台北hilton的世界连线。东京hilton已经有我的资料 ，check in 真紧就好势。迄个美国仔职员看阮是 family plan 有4个人，伊讲会当有 free 的 extra bed。有一寡人想要讲白话字是到会罗马字的，小可心情怪怪。其实语言文字是一种工具，伊若要来写科学的代志，就会当有科学的思想。伊要来写佛教的教义，并袂变做基督教的教义。传统文化甲传统宗教的任何信仰，并无需要受遐济。那接受伊对台语文化的贡献，嘛毋是毋对。无需要逐项好事拢要抢来家己做，赞成别人的好事嘛是一种功德。感谢罗伊多来替咱读这第10趴、第11趴。我补充一个，就是头2趴讲迄个形，阮北部拢念，就是拢讲遐内底的遐安那。嘿，对。客话拢讲掠。掠，好，安尼今仔日阁有着客话啊。掠对的掠嘿。OK，好，感谢罗伊多的补充吼。拄则你读的2趴，第10趴就是你读的头1趴的第3段吼。啥物字形、字母、字尾也真好来分别。我会安尼读。有你读的第2趴的头1段，也有一寡人，嘿，拄则迄音敢若有一点仔走去啊。
敢若南做伙安尼。讲即派的传统文化啦，迄个字我会读传啦，传统文化甲传统宗教，互你参考一下。这是我听到的字。敢有其他的人有啥物字要提出来讨论呢？若无，阿明，紧嘞哦，想要拍互你。我开始读。好，来请。以3000外字的汉字甲白话字倒来用，外来文化就直接吸收，完全来书写台语文。不管是人文、地理、科学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宗教等等，拢会当完全来表达，一点仔拢袂有盲点。汉罗用字的比例，以文章的性质有差，大约汉字占有70%左右。文章的美观毋是问题，汉字是字，拼音字嘛是字。汉罗合用的文体，意念的传达较好、较准、较活，是真真正正行出未来台语文化的一条光明路。好，感谢阿明，这咱读上尾趴我无听到什么字，敢有人要补充？应该是无什么问题啦吼。好，安尼咱第2篇文章已经读完。伊这篇文章的作者，伊其实对台语文的路线，伊是提出伊家己的意见。比如讲，伫个中有一个学字的部分，我利用汉罗并写的原则有4个，所以咱拄则已经有读过伊的原则是啥。我毋知影讲即马因为即马在座的朋友拢有在写台文，毋管是用汉字，还是罗马字，还是讲汉罗，拢有人在写。我想要请教大家意见啊，你认为伊的想法，你有啥物意见无？就是讲你敢有同意伊讲的即几点安尼？譬如讲，伊头一点就是讲，因为一个字有真侪音嘛，譬如讲下还是加还是下迄几个字，所以就是要避免迄读音的问题，所以就是爱写白话字。伊的第2点就是讲，台湾特用的汉字已经真通用啊，所以就尽量用。这点我个人啦，毋是讲非常的赞成啦。我凊彩讲一字就好啊。伊的第2节迄个带，一个毛下骹4点火。讲实在，你若毋捌学过这个字，你敢知影迄个字读作带？而且我就是我若讲较白，就是我就是看你袂顺眼，我就袂瘾用。这是我的想法啦。还有啥物水啦？水迄字，其实我袂拍迄个汉字呢。我家己在写，我嘛袂写迄个字呢。我就直接 SUI 第2条，毋是搁较水，是安怎要用你迄个水才是水？这是针对第2点我家己的看法。第3点，伊是讲虚词尽量用白话字，这点我是同意的，这都是无啥物问题。第4点，伊是讲外来语原文的处理，伊是想讲外来字就是爱用英文来写，这点我是赞成的。因为即马有真侪新的名词都是为国外传入来台湾的。我是感觉讲咱无需要去发明一个词。嘛袂使讲莫去发明啦，因为若是有即款换来的物件先来台湾，拢是会先翻做华文。咱才照华文过来翻做台语，我感觉安尼是伤过麻烦啦。因为你若是想要较活迄个物件的真正的意思，我是感觉讲就讲原文嘛。若是有法度翻台语就翻台语，若无法度咱就照伊原本的迄个字来讲来读就好啊。而且佫会当学着新的字，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想法。后壁伊佫有讲台语的白话字甲英文字若做伙用，应该是袂有困扰。毋过伊后壁迄句话讲伫个东京旅游的一段话，就拄则落去倒读的遐上尾一句啦。伊讲会当有 free 的 extra bed， 我是毋知影讲伊真正是安尼讲，还是讲只是要记一个咧。因为即句话我都较袂去讲英文啊。因为这里用台语嘛讲会出来啊，伊会当加一顶名称，免加钱，还是讲免费的加一顶名称安尼。所以我毋知影讲伊写即句的用意是为着要记咧，还是讲伊真正是安尼用。毋过我是袂安尼用啦，我感觉有一点仔野价。好，
我看伊全篇文章，伊的结论啊，都是汉罗，伊是吹杀汉罗的，爱汉罗学用，就是伫咧上尾拍遐，伊有安尼讲，吼、所以拄则我针对伊讲的四个重点，我有讲出我家己的想法，我想要请教在座的朋友，恁是安怎想的？就是讲，是毋是有同意以即款汉罗并写的方式来行咱未来台语路的路线安尼？好，罗伊就请讲。大家好，我的想法是完全无需要汉字啦。是安怎安尼讲嘞？这是因为就阮已经自细汉就学即个中国话、中国字，所以看有讲话讲，比如讲台语阮会晓讲，所以看咧会有才调甲翻，所以这是一种习惯。相信遮个作者拢年纪拢比我较大，所以因嘛是拢学即个汉文大汉，所以对因来讲安尼是简单的。所以伊才有一个结论，就是讲，迄个意念的传达较好。其实迄是因为伊已经学过啊。这个文章若是讲要写互未来学台语文的，若是一开始学就拢无需要去用这个啊。举一个上简单的例嘛，越南已经拢无需要用汉字啊，敢讲因的意念传达会变无好，变无准，这就是我的意见吼。以上。好，感谢罗伊多，我赞成你的讲法。为迄个1949年以后，大家接受的教育都是写这个汉字，所以你对汉字有较熟悉，就是讲所谓的中国字啦。你咧读文章的时阵，当然自细汉看到大汉，你伫咧读的过程是有较紧无毋对。毋过你若是想要改变咱台语文的要发展的方式，用全汉字，我感觉是袂通。亲像拄则罗伊多讲的，你只是一个惯势的问题尔。若是讲咱为咱即代，还是讲为后一代开始，你伫教写台文的时阵，你着为罗马字开始。我相信这会去改变，只是讲迄时间爱真久真久。所以罗伊多你的意见是认为爱全罗就对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我敢会使安尼做这个结论？是啊，因为汉罗是算是一个 transition 的过程。对，就是为着要互拄遮接触的人会当较好理解，就是为着要互因看有。对，即种青眉语开始学。对，所以未来即个物件若是要发展了好，其实伊渐渐应该是全部拢先讲结论好啊，都是应该都是爱用罗马字开始进行。好，对，好，安尼咱即马转落一票啊！好，感谢罗伊多。毋知影，即马现场有亚麦、安阳甲威克，恁是毋是嘛是要投转落一票？若毋是，也是讲是，会使发表一下你的想法，安尼。我嘛是转落。好，转落一票。我相信你的理由应该是甲罗伊多差不多，还是讲你有其他的要补充的？嘛是差不多。因为讲就是我前几阵有去迄个世界台语文化营，就是有一个韩国来的一位学者，伊就是伫成大读册安尼，因嘛是即马无咧用汉字啊，而且咱拢知影讲，进前韩国可能会保留一寡汉字，可能搁爱学汉字，也是讲名嘛是爱顾汉字来先来学。因的迄个身份证可能嘛是有汉字，毋过伊咧分享的是嘛是有，就是有讲到最近的一寡对即个号名的即个状况有无共的即个发展，就是讲进前拢是顾迄个汉字的迄个逻辑去号名，即马嘛是会当完全是毋免用汉字的迄个逻辑去号因的韩国名。就亲像咱是用白话音去和咱的台语名的迄种想法是共款的。进前伫日本，其实我嘛有听到足侪遮号名的消息，就是讲因可能是用汉语无毋对，毋过因为咱拢知影讲，日本的即个使用汉语的方法是甲即个咱讲中国好啊，就是甲中国是无共款的逻辑，因是较活迄种。当然嘛是有文读音，毋过因足侪迄种应该是讲咱咧讲的迄个白话音，就是因自底
就是有即个日本读法的即个音，啊，因摕出来即个用汉字，就是敢若表达意义尔。啊，毋过读出来是因日本的即个发音，可能有几若个音节。啊，因咧号名的是嘛是安尼，嘿啊，就是真趣味啦。啊，我感觉台湾嘛是会当行即条路，就是亲像讲，可能人叫做美丽好啊，啊，毋过咱嘛是会当叫水水啊，就是较白话的音。虽讲可能对有读过汉字，也是讲较古早较保守的人会感觉讲，哪会遮怂？啊，毋过这就是台语的一个特色啊，我感觉。嘿啊，咱白话的一个水就是伫遮，嘿，以上是我的想法。好，感谢维克你的分享。确实啊，若是讲韩国啊、越南啊，伊会当甲汉字单调，啊，咱台湾是安怎袂使，对无？就是安尼靠大家甲骨力甲拼落安尼，嘿，这是一个目标啦。虽然讲毋知影啥物时阵会当达成即款咱想要爱的即款状况，啊，毋过总是爱有人继续甲做落去啊。好，阿杨，你拄则嘛有话想要讲，你请讲。就是当然我嘛是支持最后咱的目的就是转了，因为拄则我客有讲伫世界台语文化营伊听到的啊。另外我听到的就是迄毋是其中一个演讲内底听到的。我有早我本册，因为有足侪内底有写作的人，我嘛有参加迄个世界台语文化营啊，我有互因签名啊。其中一位是之前咱有读的一位，伊讲伊的名爱读做苏恩迪，中迄字毋是我。伊讲自细汉因父母都是安尼甲叫。我感觉就是因为因迄当阵政府要杀中文啊，要杀汉字。做歹就是进前因咧号名的时阵，就是用咱台语音来号名啊，根本可能都无咧想讲汉字是倒一汉字啊。因到号证事务所的时阵，甲迄个人员讲要报户口，我生囝叫苏彦德，因都家己想讲燕听起来像中国话的燕，做歹因都经一个燕来写，毋过。迄字用台语音来读的时阵，都毋是本地因想要讲的迄字，都互我感觉就是真正汉字真正是假假的。嘛咧讲就是咱即马社会真侪较少年的是袂晓讲台语的，啊，当然因伫学校即马虽然有母语课，毋过就是你讲一礼拜一节。其实根本无够，啊，搁有因为因自细汉因的环境毋是讲台语的。因无像可能我嘛有就是时代是讲台语的，所以我算是有小可有迄个环境，做歹咧甲台语捡转来，算是较简单。啊，较有法度去知影讲用汉字写的迄个汉字到底要安怎读。毋过对因来讲，真侪是根本无迄个环境，可能因看迄个文章，就是每一个汉字，可能因拢袂晓，毋知影讲迄个到底要用。倒一个台语音来读，所以我嘛是感觉上好，就是爱用全罗来写，较规气安尼。对无毋对，同意。好，感谢阿杨的分享吼。所以你的结论吼嘛是要全罗，啊，即马在场有5位吼，也歹啊，虽然讲若心第2回合都无也歹，毋过我相信你嘛赞成全罗的啦吼。啊 ，In the Sky。大家开始接触台文吼，我看你台文嘛写了真好，继续加油啊！咱就为全罗即个方向来努力。嘛感谢阿杨啦，你甲阮讲迄位作者，咱正前有一集就是有读到伊的文章，咱是讲苏换德啊吼。你讲伊的名爱读苏彦德，安尼后悔甲记起来，若是阁有读到伊的文章的时阵，莫共叫毋着名。我想讲，伊本人可能嘛频繁去改啊，就是去改迄个名，因为怀疑迄个字嘛，毋是甲伊心目中要想的迄个字是共款的，所以伊嘛频繁改啊。上好是会当甲名改做罗马字是搁较好的啊，对无？好，阿明，你咧全罗还是汉罗还是全汉？哦，我参大家共款。拢是爱全罗的。嘿，对。好，感谢你的意见，敢阁有话补充诶？好，安尼咱
这篇文章就先讨论到这吼。既然大家的想法拢共款，想要写专栏，安尼大家就尽量写，利用家己小小的力量，恁有使用的媒体平台去用罗马字，别人看无要紧，上无互因知影讲有即个物件存在，这是咱的头一步。虽然讲有人已经知影，毋过敢若家当作无看到，所以咱要继续加油打拼，好。今仔日的读册会咱就先到这，咱后回读册会是9月26，同款的时间暗时9点半。感谢今仔日来参与的朋友，有较歹势中搁长线一解。咱后回9月26线顶再相会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晚安，晚安，多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今仔日的语词：瞬结、生涯、突然、突然、zan处、种族、种族、加添、加添、吞论、音节、音节。